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美伫你的是果的、荫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哈利路亚！来，姊妹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三角来学咱的上帝。好，我邀请咱大家起立。咱伫这时咱要来祈祷，咱要为着咱今早起咱所有的敬拜来祈祷，求上帝能大大运行伫咱的当中，互咱会当透过敬拜，互咱会当透过祈祷，互咱会当透过学乐，互上帝宝座临到伫咱中间。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哦，主，阮感谢学乐你，主你是听阮的上帝。主啊，当日即时，阮要恳求你的灵，接降临伫阮的教会当中，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教会当中。主啊，阮会当透过敬拜，主啊，阮会透过学乐，主啊，阮透过你的罗卜的信息帮助伫阮，互阮的灵会当向我来敬拜你，互阮的灵会当向我来尊你最大。主，阮感谢学乐你，哈利路亚，学乐你，学乐你，哈利路亚。咱的主是看的敬拜 ，Amen。我们的神是配得敬拜的 ，Amen。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伟大，受极大的敬拜。天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你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赞美你。天属于你，天属于你，地也属于你。Amen。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赞美你，我听口称赞神为高，心大能仇敌都逃跑，你救恩做我的装饰，喜乐的歌为我依靠。再来宣告，我听口称赞神为高，心大能仇敌都逃跑，你救恩做我的装饰，喜乐的歌为我依靠。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基督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
敬拜。主啊，你配得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你是应当称颂的神。主，你是创造的神。主，你是爱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你与我同在，我还惧怕谁？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
跟主说，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耶和华，我们一时一时拢踮你的殿中，找求你的名。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我就袂摇喘，充满温暖，袂畏寒。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遮尼宽，有你同在，袂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路顶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累，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多，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遮尼宽，有你同在，袂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路顶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累，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一直伫阮的身躯边。虽然有时会拄着风雨，有时会感觉软弱，但是有你伫阮的身边，我就袂惊吓；有你伫我的身边，我就袂孤单。各位兄弟姊妹，无论你即摆是啥物的状况，我来邀请你放下你即摆心中的重担，咱来到主的面头前，献上咱的感谢，献上咱的祈祷，互咱共同来拥抱伊，共同来倚靠伊，互咱做伙来共心祈祷，请。多谢你，多谢你，我是共同来共同来倚靠你，虽然心中有这个痛苦，这个问题，但是你对我的特别疼爱，好像你对我特别疼爱，我从来对我特别亲爱，我感谢你，我感谢你。
大，阮怎样来感谢？一生爱甲主念小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甲阮同伫地，从我软弱的时阵，你成做我的快乐；从我迷失的时阵，你引带我的脚步。有你同在，我就袂摇晃；有你伫我的性命，我就袂畏寒。那求今日的主和咱同在，开咱的心，圣灵甲咱同在，开咱的星，互咱听见为丹牧师为你来的话，成就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引带咱头前的道路。也愿今日的敬拜，成做你欢喜的祭。以上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谢谢。咱这时来吟圣诗444首美调。伫我救主阳光面前，伫我救主阳光面前，大家自集欢喜和平。主你疼叹极大无比，阮要吟诗来感谢你。担着儿主对伊下步，大家进前来行天路。不论经过逐项代志，常常帮赞安慰扶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同心出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请
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心的解明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恁要对安怎知？恁是我的先。咱即时去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万宽容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这一礼拜来的保守看顾，互阮拢获得平安来经过。虽望阮逐人所拄着的境遇，阮毋知，总是主你捌阮，互阮会通伫你的怀抱，伫你的保守看顾下面，得着平安自在。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拢是称做你的囝儿。当今早起，你自入阮正信道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你，求你互阮有一粒较无的心，甲顺服的灵，透过伫讲台顶的信息，互讲的甲听的拢会通平平得到利益。主，你恩待伫阮中教会，虽望阮也有建堂资金的欠缺，总是你是施恩赐福的主，是供应阮摇花以力的上帝，互阮有信心对你来领受所欠缺的无得到不足。今主日，阮也欢迎盐埔教会的陈英珍牧师，甲因的团队来到伫中恩教会，伫遮毋若要募款，阁有讲道的信息，因伫建堂的当中也有欠缺，愿主互因伫集体，互阮甲因拢共伫集体的当中，会通彼此相连，伫主的听内面共做一体。主，阮知影。这个教会伫因欠缺时，你犹原恩待伫因，互因凭着信心来起造上帝你的殿。这个也要成做荣光的记号。当主阮的上帝，求你来高我伫陈牧师的喙，互伊伫讲台顶的信息，互阮会通得到真大的帮助，互阮会通知影，阮伫所信的拢是共一体，无分彼此。逐人的欠缺，主你也拢知，总是主你甲阮讲，若甘心乐意奉献的，你要祝福伫阮，互阮会通对你真正清楚即个使命。当阮将阮的祈祷恳求摆在你的面前，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们。请坐。即时咱来读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记载伫诗篇84篇我来替咱大家大声来念。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着一个父囝的收，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开力哪地天，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顶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咱即时来看一位的
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6节，我来读。22节，毋若安尼，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袂无直。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体，咱就装它，互伊较贵气、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较文雅。24节，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体，伫有欠缺的会发，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相合，是要互百体平平相眷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26节，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上帝话读到遮，即时咱来请陈英珍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彼此相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首先要先用一个3分钟的影片吼，互咱小可知影阮教会的地点状况安尼吼位置好。这个影片是阮要拆礼拜堂进前，一个大牧师用空拍机为阮来翕的吼，因为伊来翕我才会当保存一个草帽甲树木甲红树遐。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一个 L 字。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这是阮建堂612的时阵。
教会建筑的一个模图吼，就是安尼吼，教会就是生做安尼，就是安尼，教会的建筑就是生做安尼，是绿建筑吼，所以主要学教室啦吼，也是讲牧师馆吼，即地牧师馆吼，礼拜堂安尼吼。我今仔日要用彼此三个来甲咱大家三勉励、三分享。下一张 PPT 我可以自己操作哈，对。好，这是目前的状况吼，一楼已经灌浆吼，前2天的工课吼，所以这是一楼的厝顶吼。这就是灌浆了后的甲伊铺迄个，互伊会当保持水分吼，物件无即个水泥无去伤害安尼吼。好，我要邀请咱大家用中文来甲今仔日的经文读一摆来闪请。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要感谢咱中分教会互我有机会来为着盐埔教会的建堂来请求咱的帮赞。拄则来的时阵，对外口来讲，哇，这间教会足新的，佫足水的，佫足醒目的安尼，哇！然后入来了后来我甲潘团队咧开讲的时阵，较知影，哇，原来咱是去年较完成吼，而且咱现金嘛伫即个贷款的中间吼，佫不足的中间，总是感谢上帝令欢喜，互我有机会嘛来表达阮的需要，互咱伫拢有欠缺的中间，咱互相陪伴。互相安慰，互相帮忙起做，感谢咱大家。我爱伫还袂讲进前，我爱用圣经的话来甲咱大家三勉励。伫圣经的内底有讲，上帝的话是生命的来剑，会当刺入，会当破开，会当辨明，有无？这个记载伫新约。希伯来书内底，上帝的话是真来的，会当直接入到咱的心灵上深的所在。列王记下3章17节做伙来读，因为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这个圣经节是咧讲有3个王，以色列王、犹大王甲以东王，这3个王联名起来，然后因要去甲摩押战争。伫古早内面要战争是无战车，无啥物物件，无大炮即个物件。古早要战争，就是你摕刀、摕枪、摕武器，然后爱用行的。总是因行7天的路程了后，圣经讲精神甲人拢无水通啉。咱知影中东的所在上欠的是啥物？水源，对毋对？咱若捌去过以色列，咱就知影，有时阵咱遮落1摆的雨，会当互以色列落100年，100年因着落无咱1摆的雨。因的雨量是非常非常的少，0.几厘。
咱是一摆就几百公里，咱一摆就落甲做水灾，连咱家己就做水灾。我常常会甲我的会友讲，我讲上帝若要做叫做一撇就好势啊，是毋是安尼？迄水库用甲无水一摆风台讲叫做水库叫做伤甜，就爱个下洪。你看安尼有厉害无？所以，伫中东的所在，因真欠缺水。这三个王联合起来要去战争呢，战争就叫做你死我活，爱对方死啊我活。毋过因这无水通啉，叫做畏战的安怎？先败啊，都毋免战，阮都已经死啊，阮都已经输啊。所以未战，就已经输啊。犹大王就甲这其他两个王讲：咱来问先知，有一个先知住伫因要战争的附近，因就去请教这个先知。咱若好好去看这个经文列王记下卷的前后文，你就知影。先知甲因讲耶和华上帝安尼讲啦，你无听见风的声，你无看见有落雨迄种影。毋过即个山谷要有甜甜的水，互恁甲精神拢有水通啉。以利沙先知甲因讲，因爱安怎做了后，甲因讲一句话，讲恁转去恁扎营的所在，伫遐乌沟、乌水沟、乌济济的沟、乌深深的沟，恁困一醒起来了后，恁要看见遐个沟充满了水，嘛因为安尼，这三个王就战赢。我家己有几摆即种的经历。总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干那要分享一项。盐埔教会是我牧会的第二间教会，我的第一间教会伫花莲。我去到迄间教会的时阵，19个人咧礼拜，幼稚园到高中，主业的学生加加无5个，主业学的经费200块。我去到迄间教会无饮水机，所以我就想讲上帝啊，我要安怎？你甲我派来即间19个人的教会咧礼拜，即间教会无伫我的手关起来呢，安尼我会感觉我足对不起上帝，所以我就开始做主业学。迄时阵我的囡仔拄好咧读国校，所以我就入去国校内底，开始去讲故事，开始去接触这个囡仔，因为囡仔的心上单纯，你对伊好，伊就会对你好。所以我开始做学鬼学校。我的学鬼学校甲别人无啥共。我的学鬼学校是对暑假开始放假的第一天开始，会知影8点半做到下晡4点半，然后做8礼拜，毋是8天哦。我做8礼拜，我规个暑假拢咧做学鬼学校。我咧夜静。所以，逐工6点就爱起床灵修，然后爱款，然后爱做这个。8点半囡仔来了后，我的先生爱教歌，我爱弹琴，虽然我琴弹了真无好。我的先生伫遐讲圣经故事，伫遐背金句，伫遐讲品格教育的时阵，我会走去菜市仔买菜，因为无同工，干那我甲阮先生。所以，规个8礼拜就是安尼经过，会知影8点半到下晡4点半，搁真热。对10几个囡仔开始增加到60、70个囡仔。
伫迄个中间有即、个北部拢有即个短宣队，毋是咱长老教会有即个短宣队，伫迄中间捌写 email 来讲，阮有短宣队啊，要去偏远的所在协助教会学几学校，恁若有需要会当甲阮申请。我就开始甲伊联络，我就讲，阮足久的阮要几礼拜然后是对会知影到下晡阮开始差不多3个到5个就好，来甲阮协助，因为阮都无同工，所以一开始因就是几个来尔。然后第2年来的人增加，要来协助的遮个人员增加。第3年佫增加，一直增加到尾一当甲我讲，牧师签去恁遐有30几个，我讲你毋好来，比阮的会友佫较济。我为虾米叫伊毋好来？因为阮遐庄脚阮遐迄时阵无设门呢。有一个去阮遐对咱即个西部即边过东部迄边，迄个教册的国中的老师，一个去到遐报道，去街仔内底细细讲，遮无设门要安怎活？人你还袂来进前，人即个乡2万外人拢无设门，人安怎活呀？所以毋是真方便的所在，总是后来有设门开伫教会的对面。所以伫即个资源不足的所在，毋是要食啥物就会当食啥物呢？毋是想讲我来食一个便宜的牛排，就有牛排通食无？所以因要来30几个，我讲你毋好来。我讲我干那煮饭互恁食，我就无时间所以你毋好来。恁甲我来遐济人，恁着来几个就好甲我协助一下就好伊讲，我讲你等于甲因讲，结果我的时间是上久长的，我的迄个活动的内容是上就是讲上忝的我毋是我甲遮个囡仔招来毋是要甲因互因考试1、2、3名呢，毋是呢，阮干那会当做一件工课，叫做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因完成暑假的作业。安尼你就知影迄个庄脚遐偌严重，连暑假作业都无法度通完成。所以阮的目标只有完成暑假作业，写功课的时间就是10点到11点半。就是即段时间，伊若写了，伊若较聪明的，我佫1点评量，还是出一寡题目互因去做。规个下晡拢是活动的，溯溪、攀岩、社区打扫、球类运动，安尼操完足忝呢，逐工我甲因讲你毋好来，因为我敢若煮饭我就无法度通做其他的工课，无所在通食饭恁来遐济人要安怎？结果因开会的结果，佫敲电话甲我讲，牧师无人要摕呢，30几个拢自愿签的，因拢要签去恁遐呢，但食好斗相报是无，我嘛毋知啦到尾怎啊甲我讲牧师，阮要派一个厨师去煮饭互因食。所以你拢毋免迄落烦恼阮的早暗顿，因为中昼顿大家拢伫教会食简单的，我请会友来煮，就是一个简单的尔，肉燥饭啦，无就是啥物会安尼饭汤。所以因的早暗顿解决，阮就接受欢迎因来。伫6月底的时阵，我徛伫牧师馆的所在，看教会，我咧想一个问题，我咧想，我咧祈祷。阮先生困伫我的边仔，伊嘛毋知影我咧想啥。各位兄弟，恁咧想啥？啥毋知无？所以咱拢常常会讲，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咱会知影你咧想啥。其实蛔虫嘛毋知影你咧想啥，对无？
毋过我咧想啥？上帝竟然知影。6月底的时阵，我徛伫迄个我的牧师馆遐，我敢若想几字尔。我讲上帝啊，兄弟都袂负冷。我敢若想这几字，兄弟都袂负冷啊！热天啊，60、70个囡仔，30几个，逐工拢100外个人，无饮水机，无滤水机。热天7月到8月，毋过上帝诚然看见了，上帝听见我咧想啥物，所以上帝感动我的时阵伫花莲，上帝感动台中一个家庭一个姊妹，西半个台湾来到我牧会的教会，甲我讲，牧师，上帝感动我，甲恁献一台滤水机。各位兄姐，你信的上帝是一个啥物？佫真佫活的上帝，你知无？我敢若想尔呢，无人知影，上帝知影。基督徒敢敢若伊一个尔吗？买会起滤水机的，敢若住伫台中迄个尔吗？我牧会迄间教会，敢兄弟付袂起吗？我牧会的教会嘛有人是迄款迄落食公家头路的呢。一个月伊付钱付袂出来，2个月付袂出来，半当伊付会出来吧？一台滤水器哪有偌济？这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迄个家庭？我毋知影。上帝是用什么方式感动伊？我嘛毋知影。我迄时阵无敢问。毋过我要讲的一件代志是，上帝绝对袂。上帝为什么会感动迄个姊妹？叫做上帝已经定着要赐福予伊，是毋是？上帝已经命定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家。上帝绝对袂去启示一个无来咧礼拜、无咧读圣经、佮无咧奉献啥物会，拢无会挂名的基督徒。上帝绝对袂甲启示予即种的人。所以，各位兄弟，咱一定爱认捌上帝。咱要安怎认捌上帝？读圣经，来甲隔壁讲读圣经。你一定爱读圣经，而且爱读甲足熟。我进前咧推动读圣经的时阵，我对100年的10月初10开始，一天上少读10章。圣经是我的饭碗，我袂使无熟。我读圣经，所以我对圣经就比普通人佫较熟一寡。所以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你一定爱读圣经，你才会当了解上帝的喜怒哀乐，上帝欢喜什么，厌恶什么，上帝要安怎做。总是你若无读圣经，你对上帝的话一点仔都无认捌甲了解。耶稣嘛，甲咱讲哦，耶稣有讲啊足清楚哦，耶稣教示了足清楚哦。伊讲吼，你毋好想讲你举一支刀甲伊刣，你还叫做刣人哦。耶稣讲你若伫心内安怎怨恨伊、谄媚伊，你已经甲伊刣几啊摆啊，你已经甲伊刣死几啊摆啊，是毋是安尼？耶稣嘛甲咱讲哦。你毋好想讲，你甲伊有肉体的关系，较叫做行奸淫哦。你敢若头壳内底有这个毋好的想法的时阵，你心内已经甲伊行奸淫啊。所以为什么读圣经真重要？因为咱时常会想无应该想的，咱的头壳内底常常去看到啥物无应该看的，咱的
迄个几秒钟啊，尔，就会互你想入非非。你会看到什么货的时阵，看人有名声地位，看人有金钱的时阵，你心内就会想安怎？哦，我嘛要像伊安尼有名声地位。我甲你讲，迄叫做非分之想。所以耶稣无爱咱有毋好的心思想法，所以除了读圣经，会当将咱遐无好的赶出去，你无其他的办法啦。所以一定爱读圣经。佮甲隔壁讲一摆，爱读圣经。所以就是因为咱想的，上帝会看见。咱咧想啥，上帝会看见。我对我的经验内底，甲恁讲安尼，我咧想啥，上帝看见啊，而且佫成就。有两件代志，我从来毋捌想过。第一件代志叫做牧师，我毋捌想过我要做牧师。其实我做牧师，若照圣经保罗讲的讲吼。毋是我心所愿啊，总是责任已经交代互我我若无做，叫做有灾厄啊，信仰嘛有安尼讲所以我今仔日无时间通讲我的受调，甲我过去的经历，期待以后有时间，甲过来甲咱大家分享。总是我今仔要甲咱讲的，就是我毋捌想过我要做牧师，因为我是庄脚囡仔。庄脚囡仔，我的个性其实真野，很野安尼四界乌白走伫我的年代内底，脚踏车徛咧四界乌白浪去上山去溪啊，去掠鱼啊，去创啥货安尼，足歹管教。所以我互阮老母骂甲臭头安尼所以我无感觉讲我有资格通做牧师，因为牧师是一个足神圣的工作。总是恁今日看我徛伫遮，你就知影我都已经做牧师啊。我嘛要甲恁讲，我是不得已的。因为责任交代互我，我就爱去甲伊完成，无我会去互上帝甲我讲下床，好。所以第一件我毋捌想过我要做牧师，第二件我毋捌想过我要去教会，因为我对坪数、对空间无观念，我家己无厝，我毋捌买过厝，所以甲我讲迄坪数迄要安怎用，宽度、宽度。我无观念，除非你真正是用量的量互我看，讲这安尼叫做一坪安尼，这是偌大。要叫我去教会，我啥物观念拢无的人，你叫我去教会，我足惊呢。迄毋是简单的代志呢。我感觉迄应该爱互查甫去做，查甫可能较有观念，毋过无法度啊。上帝就是爱我去做，因为。以斯帖第4章14节，做伙来读来。天知。搁伫传道书做伙来读。有一天我咧我一直咧拜托无爱去即个去教会即件代志。上帝就互我读这个经文，焉知你得了牧师的位分，不是为了建造教会吗？哇！我去互上帝甲我讲一个呢。上帝叫我做牧师，可能就是爱我把握机会为伊来起造教会，所以我只好承担落来。这间教会盐埔教会是1872年就有啊。总是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这间教会怎啊无去？啥物时阵无去？无人知。无去偌久嘛无人知。总是伫1956年的时阵，有一个女的老牧师，佮去甲这个会友，佮去甲伊找出来，一户一户去问。然后民国45年的时阵，这间教会还佮出现。阮的建筑执照是2024年的11月发落来，我就讲我啥物货拢毋捌，我对建筑的物件拢毋捌。总是我嘛有一个兄哥咧做包商啊，毋过我就真正拢毋捌啊。建筑执照发落来时阵，
我就讲哦好啊，安尼阮啥物时阵要来去，阮就啥物时阵来去啊，反正物件客着啊。结果毋是安尼呢，因为我就拢毋捌啊。2025年的迄个6月的时阵，建筑师讲：牧师啊，恁来破土动工啊！我讲啊，毋是建筑即条客着，阮啥物时阵方便，阮较来动工嘛？伊讲无哦，一年内底爱动工哈。一年内底哦，伊讲你一年内底你若无动工，所有的工课你进前做的啥物，迄个灌溉啦、土质的测量啦、水源的迄个测量，所有的工课、消防啥物话，拢总爱定做。伊要去申请建造嘛，爱定排队。我讲哇，安尼哦，哪会遮严重？啊，所以因为我的无观念，我根本就毋知影是安怎。毋过上帝嘛，差派天使伫我的身躯边甲我扶持，所以阮伫旧年的9月初7破土。阮有即个破土的时阵，我看迄个营造厂，咱知影真侪营造厂拢总是迷信的嘛，吼。我看迄个营造厂吼，因足不安尼啦。我就想讲，是安怎？因改成安尼，心理足无平安的安尼啊。后来我较发现阮9月决定9月初7迄天是礼拜日啊，就大家拢备办好，阮筹备工作嘛会当好势，嘛会当联络好势安尼互较侪兄弟姊妹来做伙参与。所以伫9月初7礼拜了后，大家就刷去礼拜堂的迄个原来的住所的所在伫遐开始礼拜要来破土。后来我才发现讲9月初那叫做旧历的7月15啦，我哪会遮够选一个迄个7月16安尼，农历的7月16咧破土吼。可能因遐一般的迄个其他宗教的拢想讲7月袂使破土啊，袂使动工啊。咱毋知啊，因为咱都真正无去甲注意啊，咱就感觉讲咱上方便的日子，逐工拢嘛好日，因为迄是上帝创造的日啊，所以逐工拢好日啊。咱就选一个。上侪人会当来参加迄个日子，咱就甲破土啊！总是嘛，因为通过遐个咱的礼拜的仪式，咱的所有的遐个祈祷敬拜，互遮个迷信的人因真安心，期待因后摆有机会会当来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阮的建筑即条发落了，阮破土了后起造的时间2年。我毋知影咱中分教会起是毋是完啊？几年甲伊完成的？恁起几年？恁起3年。2年，阮是按算2年，迄是建筑师设计的就是2年爱完成。阮家己迄时阵，阮要起这个礼拜堂的时阵，当开始，阮甲因讲，阮差不多目标是1800万。建筑师去设计了后，用的，后来甲阮讲爱3500万加倍，3500万，阮嘛认了啦疫情了后，甲我讲5500万，我讲这要安怎？5500万，阮的人数比恁较济，差不多10通个。5500万，5间营造厂来标，上2间标6300万，一间标8600万。安尼表示我伫这2档内底，我就是爱6300万爱完成。阮家己真努力，阮拄仔我有甲迄个潘传道咧分享阮欠甲2000万，阮有卖一块旧的礼拜堂。拄仔潘传道有讲，你嘛有一块旧的地对毋对？目前嘛有讲要卖改成阁无遐好卖我讲，阮迄块地嘛足歹卖，因为阮迄块地是凹凸的凸即个字，凸头前真矮，后壁真宽。阮迄块地是凸安尼。头前面临路真矮，阁甲人共有6间内底，阮是其中的1间。
足歹卖。要大无够大，所以人袂当去起大楼；要深无够深，到尾也是啥物呢？到尾也是阮家己的会友买去。为什么伊要买？迄块地可能对伊嘛无介好处理啊。毋过为什么伊要买？因为伊疼上帝。伊的动机就是这是旧的礼拜堂，我感觉我会当家己顾买起来，然后伊看伊要安怎去迄落去。上帝家己会出手，恁相信吗？因为伊疼上帝，上帝就会为伊的需要来甲伊备办。所以卖迄块地600几万，斗的阮2000多万，2000出啊。总是离6300万，阮还阁欠4000万。2档内底吼。爱去找这4000万，袂当找到4000万，无上少嘛找一半，对毋对？毋则袂去互底甲袂喘气，吼。因为阮的就业的机会，甲恁佫较无共哦。他拄啊，阮一个来的时阵吼，阮的迄个外口的迄个姊妹讲吼，我第一摆来临园呢，哦，哪会遮济工场？阮遐是无工场的，阮遐是拢迄个农业啦。所以我咧想讲，要安怎会当来减轻即个负担？我只好就是爱出来募款，出来请求帮赞。各位兄弟，一块砖仔偌济钱啊？恁当下起厝起了一块偌济？我嘛毋知呢。我甲我的会友问哦，一块砖仔偌济？伊讲5箍，较好的20箍。所以吼，我的人数会比恁较济，是因为阮的主要学生拢爱坐入来主堂内底做伙做礼拜。主要学生拢爱做伙做礼拜，阮的主要时间是拜六的下晡。所以我就甲我的主要学生讲：5箍恁买会起无？吼，迄个囡仔就甲我点头。我讲吼，5箍恁买会起，安尼恁嘛拢爱做伙来献砖啊！大家拢做伙来，吼。5箍献5箍，所以第一个主要的学生建堂奉献15箍。哇！我伫礼拜堂内底甲伊鼓励拍拍手，我讲伊减啉1包饮料，1罐饮料，所以伊甲迄罐饮料的钱献出来，伊买3块砖啊。甲鼓励了吼，后来逐礼拜拢献100箍呢。你看。我讲，逐个人拢付会起，所以咱逐个人拢爱做伙来为着建堂来奉献，无论大人也是囡仔，因为上帝看的是心。各位兄弟，耶稣基督伊讲伊是触角石，对毋对？耶稣基督即块触角石，伫你的心内有偌济价值？其实咱每一个人嘛，拢是触角石，一块触角石。你愿意予上帝来甲你用吗？你愿意伫恁的起座面顶，你伫迄个所在，甲你即块触角石放伫迄个所在，恁即间教会就会完成。雅各书1章27节，做伙来读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各位兄弟，上帝的话甲咱讲甲真清楚。上帝眼中的敬虔，毋是你奉献偌济，毋是你偌温群聚会，毋是你偌安怎样，是你正做迄个有需要的人的帮赞的时阵，上帝就看你做敬虔。聚会读圣经奉献。关怀，这拢非常重要。总是你伫学习的中间，若无实际的行动，叫做有信心，无行动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是安尼讲啊，所以咱就是爱有行动。咱要有怜悯的心，毋是天顶搬落来啊！我甲咱讲。是因为咱的信仰，互咱有怜悯的心；是因为你来聚会，是因为你来读圣经，
耶稣基督的肉心，就伫咱的心上，将这个石心给摕掉，变做肉的心。所以你就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就会怜悯伊，你会感觉讲啊，这举手之劳，啊，这我做会到，啊，这无问题，啊，这无影响我的生活。所以进前我去募款的时阵，我讲一项，我讲若是你有一个月内底你加一个10000块出来，啊，你无迄10000块的时阵，你嘛照常咧生活呢？啊，你有迄10000块的时阵，你嘛袂变做郭台铭爱王永庆呢？啊，所以迄10000块对你有影响无？无影响。我咧讲的就是去年11月政府分予咱的10000块啦。足侪人拢摕迄10000块，结果你真正敢有用伫上帝的角度内底？真侪时阵咱拢去借去啦、买去啦、用去啦，是无？所以我甲我的兄弟讲，迄10000块吼，咱大家吼，无迄10000块，你嘛咧活啊正常。你有迄10000块，你是加互你较安尼讲较歹听啦，讲加浪费安尼尔啦吼。啊，咱若甲迄10000块拢摕出来投资伫上帝的角度，毋是足好诶吗？吼。箴言19章17节来，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你做什么货是好的，是对的，是荣耀上帝，上帝会报赏哦，上帝会行你哦。人民送向，人民迄个有需要，人民迄个有困难的，就是照互上帝哦。啊，照互上帝，什么时阵要行？各位兄弟，上帝什么时阵会行你？你会讲你看袂到吼？上帝若互你无破病、无丢着灾的，互你工作行通顺利，互你身躯健康，互你逐项顺遂如意，迄敢10000块买会来的吗？进前咧着迄个 COVID-19 的时阵，在座有人无着无？啊，你拢有着过哦？哦，有哦，有人无着？有人无着嘛？着。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嘛是有一寡人是袂着的。啊，若咱拢袂着流感啦，咱拢无任何的灾害意外啊，咱若无出去，迄个去打着狗屎啦吼，咱是毋是拢足顺利行通？啊，遐个费用是毋是就拢减起来？所以你到底是爱遐个钱，还是你爱平安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儿女孝顺听话？所以人民送香就是祝福耶和华，伫迄个有需要的人，你及时成做伊的帮助。耶稣有讲一个譬如吼，有一个人落耶利哥。中途去互贼给拍，第一个祭司看到的时阵，讲安怎？洗过。第二个利未人看到的时阵，安怎？嘛洗过。第三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看到的时阵，伊做啥物？伊毋是甲伊扶起吼，较紧来警察啦，来哦，遮有一个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哦，你紧来甲伊带去病院哦。伊毋是安尼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讲安怎？伊甲伊扶上伊的驴啊，然后甲伊送去到客栈，互伊住，佮甲迄个店头家讲，佮甲头家讲，你去请医生来甲伊看。啊，我遮辛劳偌济互你，啊，我即摆要去办代志，啊，我倒来了后无够的，我佮付互你。哇！撒玛利亚人伫犹太人的眼中是啥物？无顺的犹太人叫做套滥，那用咱即摆足歹听的话叫做杂种人、杂种啊，就是有套滥着。毋过耶稣今仔日竟然伫咧教导众人的时阵，伫遐学乐佮肯定即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咧看咱，毋是看咱什么人，是看咱做什么。伫上帝的角度内底，咱究竟做啥物？所以为什么要甲咱讲，咱爱认真读圣经？
诗篇内底第一篇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日暝拢爱想上帝的话，咱即个无受管教的头脑，较会当家挖倒来。若无吼，拢会不知不觉吼，就我黑白想这想遐想遐。我以前毋捌上帝话语，未做牧师的时阵，阴暗时吼要困，我哪困袂好呢？为什么？足爱困的，倒来了后日阮大娘哥要转来啦，迄个教会啥物活动啦，我是要准备啥物会啦，我爱安怎样啦，我爱啥会，想甲你困拢袂去啦。毋过日暝三思上帝的法度要安怎？咱即摆逐个拢有手机对毋对？阮即摆找到一个足好的方法，叫做放信望爱迄个手机内底有迄个下载信望爱读经吼，圣经有声读经，就放落听。啥物时阵困去拢毋知，搁互伊继续放，暝嘛咧放，对毋对？广告为虾米遐厉害？叫做强行置入，就是你广告真厉害，就是因为你看伊讲，一直讲共一个，所以你若感冒的时阵，你就会用去买丝，足奇怪的，爱着甲你灌入去啊！咱嘛是爱安尼，互上帝的话伫咱的头壳内面。若无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哦，娘话要安怎啦？娘话，你较袂晓讲上帝啊！你若会晓叫上帝，表示迄个信仰已经入到你的内底啊。发生灾害、发生困难、发生啥物货的时阵，上帝已经伫你的内面啊。所以昼夜思想神的话，一定爱读圣经。搁一个隔壁讲一摆，爱读圣经。好，来，最后来读来，我就是上帝神迹的实现者。上帝的神迹通过我彰显，对，咱就是上帝心意的彰显者。因为你的奉献，恁的教会的贷款就会真紧还完。因为你的奉献，阮的教会就会当完成，顺利来起造。搁再一摆感谢咱中文教会的听。互我也有机会来为着上帝国度，伫咱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来传达阮盐埔教会的需要搁再一摆来感谢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到你是阮宝座的面前，阮要感谢你。你的话是善面的来剑，会当刺入甲破开，互阮真知影。阮需要降服伫你的权柄的下面。你甲阮讲，阮的手若有行好的气力，阮毋通提示，就爱迄个应该得到的人来甲伊行出来。主啊，这拢是你的教示，求你帮助阮，也帮助中分教会，互阮伫建堂的状况甲需要的中间，阮拢要看见上帝你的手来带领阮行头前的道路。你互阮无恶担当，你也互阮伫即个需要甲困难挑战的中间，阮看见上帝你的手咧掌管一切。你就是阮的倚靠，你就是阮的帮助。虽然阮袂当看见亲像肉眼看会到的真侪的新业，总是阮看见上帝，你就是咧解决阮的问题，你咧帮助满足阮的需要。阮深深伫你的面前，献上阮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谢而乐。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来吟一首的回应诗，这是伫新约诗吼527首。即首诗歌咱也真熟吼，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的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
顶周的聚会，注意礼拜55个人，奉献2245块；注意二14人，奉献610块。拜一妇女聚会有8个人，拜三的祈祷会有16个人，拜六双联团契7个人，拜六的青年聚会有5个人。下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潘家群传道，诗会李玉洁执事，苏琴科玉昭长老，东德闽秀执事甲孟元执事。敬拜是第一组，电主琴是黄恩婷姐妹。注意第一组导播音控是张嘉恩、马雪茹，电脑的导演是郭香婷姐妹。招待是萧桂冕甲麦雅树2个姊妹。交通组有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周间的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我本人吼。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的祈祷会主理黄志强长老、苏琴、黄恩婷姐妹。台岛的家庭是柯玉昭长老。拜四的家庭探访要到伫刘主宝兄弟的府上，轮值探访的有柯玉昭长老甲王雅玲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是预备青年的主日。拜六双联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圣经诗篇121篇1到80，题目是保护你的是耶和华。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有台语甲华语，咱做伙来读，请。若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当快乐。华语。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主日屏东的盐埔教会陈英珍牧师甲伊的同工来到伫咱本会来建堂的募款。伫外口阁有义卖部分吼，愿主赐福伊的服侍。请兄弟为着因的建堂来关心奉献。第二点，下主日5月初3，本会青少年团契是因的纪念主日，由本会青少年团契带领礼拜的听事，请为青年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点，本会伫周间的聚会。有正式早祷会，时间伫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早起7点半到8点半。欢迎若有时间的兄弟有来参加这个祈祷的行列，诚做中央教会祈祷的大军。第四点，教育部通知为着培养会友灵修的生活。提升灵命，推动读经活动，配合中会读经考试。读经的内容是旧约以斯拉记甲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要伫5月初4开始，会友请踊跃报名参加来读经吼。第5点，青少年团契用教会的 logo 制作衫裤，感谢顶周大家踊跃。伫遐来试穿衫甲来购买吼，有预购者会通将费用来交互玉洁也是雪茹吼，嘛会通伫收到衫裤的时阵吼，才来缴费吼。因为厂商制作的时间，若袂伫顶礼拜有来试穿来量衫的伊加伫5月中旬，互大家现场来购买。有藏青色是600块一领，白色的一领是500块。衫裤的收入要诚做建堂的奉献，甲青年事工的使用，请继续为着教会建堂甲青年事工代祷奉献。第6点，本会要伫6月初7下礼拜日举行圣礼典，有意愿小儿洗礼、捐信礼、成人洗礼的，
请伫5月10号进前搬传道来报名，以便安排上基要真理的课程。第7点，高雄中会举办圣经考试，日期是伫8月29日，即是伫拜六，会早起9点40到12点。考试的范围是以斯拉、尼希米甲以斯帖，详细内容会公告伫教会的公报栏。咱鼓励教会兄弟报名参与，有意愿报名的林丰正长老来报名吼。第8点，高雄中会教社部举办初级急救员的证照班训练，有 CPR、AED 的操作，创伤包扎、骨折的固定。上课的地点伫德和教会，时间是伫5月16。拜六以及5月23，连续2个拜六吼，上午8点到下晡5点。报名费是800，有意愿报名的，请咱的潘传道来报名。报名的日期到今仔日来查止。第9点，下主日的正道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11到16节，题目是正做榜样。即部后边的部分吼，有代祷的事项，对拜一到礼拜拢有无共款代祷的事项吼，请咱会通常常为着遮的来祈祷，嘛有为着特别提名，为着病痛的，为着年长的，为着心灵甲生活甲工作的，咱嘛常常为着遮的来祈祷。上下面的部分是咱顶周的奉献的明细表。明细吼，若有登记错误的，请找咱的会计李敏秀执事来更正。我来报告咱今仔日的奉献。咱今仔日月定奉献有3个人，钱额11300块。有感恩奉献是为着生日的吼，奉献2000块。也有为着青少年团契奉献1个人500块，为主日学奉献1个人500块，对外的奉献为着保严教会，嘛为着蒲公英的吼，伫这奉献的当中，咱拢3甲有份，也求主来纪念伫因。咱即时请起立来吟奉献诗。咱即时请潘传道来补充报告。弟兄姊妹平安，咱搁一摆拍破，感谢杨博教会陈牧师来到咱的教会来请安，也欢迎师长吼站起来，欢迎因。陈牧师甲师长伫我青少年的时阵，我就明白啦吼，所以我还未成年的时阵，还未18岁，我国中的时阵就有甲因做伙同工过。伊是我真重要一个属灵长辈之一啦吼，又看我长大，欢迎因来到阮的中间。即是有一个新朋友有转去不要紧，单单有伫咱的中间啦吼。有几项事要来报告，就是讲，咱今仔日盐埔教会的奉献，毋知咱有摕到即个奉献袋啊无？若有，咱搁一摆透过咱的奉献来诚做因的帮赞，诚做因的快乐，因为咱教会也有缘行过即个真艰苦的过程中间，咱拢知影讲即个。要一开始的起步，其实有侪压力，侪的挑战。咱有缘虽然咱有欠缺，不过咱有缘三扶持、三帮赞、三祈祷，咱做伙用上帝国的角度，咱做伙来起造上帝的教会。有缘咱的后口有盐埔教会的义卖，咱的兄弟姊妹，咱多多来甲因支持，来甲因购买，也为因来祈祷。接后礼拜是咱的。
青年的主日咱做伙游玩来关心咱青年因所有的事工啦吼，特别25月31号，因有做要义卖比如讲卖衫吼，卖一寡为着教会建堂的这些周边商品游玩，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煞接咱即个月有要做即个家庭的即个事工主题啦吼，所以有即个相片吼，爱交互即个进化执事一家出一张相片个正常大细的相片就会使吼，一般大小的照片咱交互进化执事不过你若是有任何问题，你会当私底下搁来问进化执事吼，看要安怎交要交几张吼，拢会使来甲问吼。最后一项代志就是5月31号，咱的献堂甲即个牧师的就任咱的兄弟姊妹除了会当伫网络报名以外，伫咱的通知桌顶面也会当用纸本来报名，因为咱的纪念品有即个数量的即个控制，所以望讲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就是讲来报名，会当互咱的遮的准备礼品的即个志强长老会当搁较掌握即个人数，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纪念品因为咱也有需要有座位的即个安排，所以你若是有亲戚朋友要来参加的，请量早伫5月8号之前就爱来报名完成吼，因为即马一定统计出来，就是讲靠的教会报名到即个礼拜一定100几个要来咱教会，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咱游玩也是爱来报名啦吼，互咱的准备遮的地点的同工、纪念品的同工，拢会当有真好的分配吼。有要洗礼的兄弟姊妹请恁来甲我报名吼，特别小儿洗礼国中以下拢会当报名小儿洗礼啦吼。若伊国中要健身礼，嘛会当来量早来报名吼。安尼以上报告。咱即时来吟上扬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下，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爸子圣神，因是说，咱请陈英德牧师来祝祷，起立来念。愿主施恩赐福保护恁，愿耶和华恁的光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耶和华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恁出恁入，耶和华上帝拢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的生活对